Hello， 欢迎来到狗狗公好发，我是怡姐。怡姐，我刚刚听专家说啊，其实做运动的时候上衣呢不能穿得太宽松，这跟我印象中很不一样我以为说一定要穿得宽松一点，这样四肢呢比较好活动。不过专家说最好是穿合身有弹性的，而说到合身呢，就是嘎身啊，就是合身没有错哦。其实啊，衣服要穿的合身，主要就是要看看你啊做运动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做到位哦。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衣服的材质，上衣的材质呢最好就用棉织品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吸湿排汗啊。棉织品就叫做棉织品，棉织品就是棉织品。不过呢，这专家也提到了，裤子也不能穿得太宽或者是太紧，太宽呢会影响动作的流畅度，而太紧呢就不好活动咯。而说到宽，就是fat就是宽，没有错哦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运动要穿合身的衣服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做运動愛做合身嘅衫褲，做运動愛做合身嘅衫褲。今天狗狗公哈发呢，就带你来看看运动的时候怎么样的衣着才适宜。学员还好吗？好累哦。你这样就累了，待会还有瑜伽课啊，对哦，等一下还有瑜伽课。走吧，我们赶紧上瑜伽课吧。等一下，你穿这样子就要去练瑜伽哦？对啊，我穿这样就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不行啊，这样子的话不容易吸汗，你一定要穿棉织品才可以。可是你穿这样子可以吗？也不行啊，我要回去换衣服。像我的裤子啊太反，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动作到不到位了。最好要穿嘎身有弹性的衣服比较好啊。可是我没有合身的衣服耶。那你就准备要破费啦。我们还是去买一套嘎身的运动服。敏华，你也去买合身的衣服，好棒棒。对呀，因为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运动呢还是要穿合身有弹性是比较好的哦。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都和你平常运动的时候息息相关，所以赶紧帮你复习哦。首先要帮你复习的呢就是合身，合身就是嘎身就是合身了。另外呢，裤子不能够穿得太宽哦，而宽就是fat就是宽，没有错哦。那么今天呢，其实要告诉你说的是，运动的时候衣服的材质也很重要哦，最好是多用棉织品，棉织品就叫做棉织品，棉织品就是棉织品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运动要穿合身的衣服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做运動愛做合身嘅衫褲，做運動愛做合身嘅衫褲。今天狗狗公哈发呢，就带您来看看怎么样运动的时候的衣着才是最适当的。我们下次见。